念佛化熱惱。黃打鐵啊！哇，你真係忙啊，咁夜都唔休息嘅。冇辦法啦，趕工啊嘛。宋朝嘅湖南潭州有一位靠打鐵為生嘅人，大家都叫佢做黃打鐵。黃打鐵一家幾口生活清苦，所以佢每日都忙住打鐵。有一日，一位雲遊四方嘅僧人經過佢屋企，黃打鐵就供養師傅茶水菜肴。師傅用完之後，就對黃打鐵講啦：今日承蒙布施，冇咩好回報，只有一句說話送俾你。師傅，你請講啦。你點解唔修行呢？修行雖然係件好事，但係師傅啊，我日日都咁忙，點樣修行啊？有一種念佛法門，無論你有幾忙，一樣可以修行。哦，念佛法門？當你打一下鐵嘅時候，就念一聲佛；拉下風箱，亦都念一聲佛。長期係咁，專念南無阿彌陀佛，他日命中必生西方極樂世界啊！哦，咁樣念佛，我都可以修行咩？係啊！黃打鐵聽咗之後非常之開心，就照住師傅嘅話去做，一面打鐵，一面念佛，終日打鐵，終日念佛。黃打鐵嘅妻子睇見黃打鐵終日勤勞咁念佛，就問佢：哎呀，打鐵就已經夠辛苦啦，仲要念佛，咁唔係更加辛苦咩？黃打鐵笑住咁講：以前啊，當我喺個火爐邊打鐵嗰陣時，就覺得又熱又悶。不過而家念咗佛之後，唔單止唔熱唔悶噃，仲反而覺得有啲安樂自在添啊！就係咁，黃打鐵就不斷咁念落去。過咗好多年，有一日，佢同佢嘅妻子講：唉，今日我要翻屋企啦。啊，翻屋企？呢度唔係就係你屋企咩？我個屋企喺西方。黃打鐵嘅妻子覺得好好笑，就唔理佢啦。呢個時候，黃打鐵仍然同平時一樣，邊打鐵邊念佛。過咗一陣，佢由爐裏邊攞出一塊燒紅嘅鐵，一邊打一邊講：叮叮當當，九煉成鋼，太平將近，我往西方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附近嘅人都聽到咗空中響起非常好聽嘅音樂，而且仲聞到咗奇妙嘅芳香。黃打鐵念佛實在係現代人修行嘅好模範。